如果你不喜欢我，给我的母亲。我只是好奇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如果是因为我昨天脾气太大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的世界没有条件可以跟你一起远行，很感谢5年前的那个晚上你的出现，因为你每一个日出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可是现在我选择了就，你就选伟杰美丽吧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可以伤害他。你听好，就算你这一辈子再也不出现，我也不会跟简美丽结婚的。这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个不算什么，说不定是Summer他睡着了，被他捉弄，所以拍下来的，这不代表任何事情。我相信Summer，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。你疯了吗？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没有多少了解女人的经验吧？外表越是清纯的玉女，骨子里可是越放大。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根本就不知道用手段好好看紧你女朋友。那你要怎么样啊？当然是不动声色。我不想节外生枝。我知道你喜欢 Summer， 就等于我喜欢李浩哲。我要我们4个人都幸福，不能有任何一点变卦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看紧 Summer， 我保证你的恋情一定会开花结果。而我也不会让我那些名媛淑女们对我的婚礼失望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请你不要做出任何会伤害Summer的事情。我哪会像他那样恩将仇报？哼，人在异地呀，最容易发生恋情。我跟这里的高层徐佳丽交情很深厚，我会叫他利用职权安排你跟 Summer 去欧洲出差。等到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我跟李浩哲的婚礼也就顺利完美的完成了。这个啊，也就不值得一提喽。哼。属于我的昨天之前的结局，我决定我的决定。我跟这里的高层徐佳丽交情很深厚，我会叫他利用职权安排你跟 Summer 去欧洲出差。等到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我跟李浩哲的婚礼也就顺利完美的完成了。这个啊，也就不值得一提喽。哼。
我就快要脱离高贵的独身主义。再过1个星期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李太太了。美丽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跟阿秋要去欧洲出差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当你的伴娘了，也可能没有办法参加你跟浩哲的婚礼了。你干嘛在水里讲话？你听得懂？我听不懂啊，可是你好像在骂人呢。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在歌颂我们的友谊。来，希望你跟阿忠从欧洲回来会有突破性的发展。美丽，你要给浩哲一个幸福的家哦。Sure， 难道还有人比我更优秀吗？米莉，我想跟你讲清楚结婚的事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替我们结婚的事开心吗？安康利送了我们1艘游艇，还有啊，今天早上啊 ，Summer 陪我逛街，买了这个给我们当结婚礼物，你看看。他还说啊，跟我们2个很像呢。那个 Summer 跟阿忠还真登对。我会跟你结婚的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听我说，我跟你那天晚上都喝醉了，第2天你就说我要跟你求婚，每次我想要跟你讲清楚，你耳朵就像失聪一样，把婚事夸张张扬出去。你是说我逼婚吗？你以为我是那种随随便便跟人家上床的女人吗？现在我已经站在结婚的这个舞台上，你叫我怎么下这个台？我就是怕你下不了这个台，所以才郑重的面对面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还有我们家的财产根本比不上你们家的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亏？我就是亏得起。但我真的没兴趣赚。我堂堂光大百货集团简国强的独生女，你都不要。是Summer那个烂人要你这么做的吧？跟他没有关系。这烂人的睡姿我全看过了，你们男人都是太新鲜的。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要侮辱他。我不管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。反正我一定要嫁给你。我不管，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听见。如果你婚礼那天不出现的话，我就告诉所有来宾说你李浩哲负了我。我是绝对不会成全你跟那烂人的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刚刚有个篮球队长走进来，看了小尼一眼，结果我就买了一个明亮做的蛋糕，付了钱，把蛋糕砸在地上，用脚踩烂。